这8月23除了罢免以外呢，屏东核三厂中科公投案嘛要同款来举行，这互在地居民甲学者是真无法度来接受。认为讲这台湾真无简单，才总算进入非核家园，但停放无到4个月的时间，这拿病营立委就随便来举办公投，批评安尼做，就是互台湾能源政策是愈行愈退步。核三公投不同意。反对屏东核三厂重新启动的团体，拜一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，因讲屏东核三厂伫咧9月18才正式除役，台湾总算进入非核家园。不过，若被立委说提出来要重新启动核三厂，搁伫8月23举办中科核三厂的公投，引起学者和在地居民不满。在核三2号机5月除役之后，全部都已经停机的状况，已经比较安全了。可是很不幸的，在今年的8月23号即将举办核三重启公投，那对我们国家能不能继续维持一个相对安全的非核状况，就有一些变数。伫核三厂服务超过30年的精电厂技术员李桂林，规身躯无力，连讲话目睭嘛刻刻。伊讲长期伫辐射区做工课，得到2个癌症，分别是血癌和皮炎癌。经过医生的鉴定，破病可能和核能真正有关系。我的血小板剩下3万多，然后后来我到荣总血液科去检验，检验了很多次，到最后证明他的学名叫做次发性血小板减少症。2011年福岛核灾事故，那大家都很关心嘛，哈。那从研究的结果看出来，小朋友他的甲状腺癌，它有显著的增加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在2011年日本发生福岛事故了后，日本囡仔得到大红龟癌的比率明显提悬，特别是女性的儿童，风险超过70%。民团呼吁民众8月23公投投无同意，唔通互台湾的能源政策倒退路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